万象乐团当年元旦拢会举办新年音乐会，今仔日因是开记者会，讲这回音乐会的规格是8年来上界悬的，而且因阁会甲台北的爱乐合唱团、高雄市交响乐团合作，用古典音乐来演奏。这音乐当中是会包含歌戏的元素、原住民的歌曲等等，传达咱台湾多元的声音。 用歌戏常常听到的超轻调来演出古典音乐，原声乐团制作人表示，因逐年的新年音乐会拢会结合真侪台湾文化来表演。嘛指出，每年元旦要办的音乐会，也甲台北爱乐合唱团、甲高雄市交响乐团合作，拢总超过150个人参与演出，是8年来规格上悬的。这么一步一步的、一场一场的，把这整个台湾的完整的文化架构把它呈现出来。元旦的新年音乐会用台湾的声音做主题，包含歌戏元素。 高雄城市发展甲原住民歌曲，头届和原声乐团合作的台北爱乐合唱团讲，真欢喜本土乐团会当到顶合作，来演出台湾的音乐，感觉真有意义。演出整场的台湾作品，我想这是有非常不同的意义，给大家、给全国的观众，然后让大家听到一个跟过去完全不一样音乐会的一个形象。 原声乐团表示，元旦的下晡2点会伫国家音乐厅演出。因希望用充满台湾声音的古典音乐来传达感情甲力量，陪伴民众走向新的一年，嘛甲世界交陪。记者陈心彤、曾俊佑台北报道。